因为咱台湾即马是亚洲第2个无非洲猪只是非疫区的国家，所以即马咱的边境的管制嘛有较严格。也毋过有一寡人即马就认为讲，桃园机场的排名伫全世界对2019年是第13名，啊毋过伫今年咱已经落到82名，这甲咱的机场检查伤严格有关系。农业部是回应强调讲，袂因为国际旅客就来牺牲咱国内饲猪产业，同款会继续调甲安。阻挡非洲猪只的工作伫边境解封了后持续进行，旅客若是为疫区入境，都要摕红卡去电工机检查行李，以防有人诈霸回国。毋过有声音认为讲，遮尔严格检查，真有可能就是致使桃园机场伫咧国际航空评比公司排名为2019年的13名。落到今年的82名，不过农业部讲，这是成功的策略，未改变。为了国外的旅客，可是牺牲掉我们整个农业产业的部分，我是觉得不值得。所以我们农业部的立场还是希望说能够维持现在的措施。农业部强调讲，亚洲敢若剩台湾甲日本是非疫区，证明咱国的策略成功，而且饲猪连带相关的产业产值超过1500亿，边境的检查未当放零。不能松懈，所以说猪瘟进来，我们没有办法防守就死掉了，以后我们就没有猪可以吃了。今年到11月份，边境查到猪肉制品验出非洲猪只阳性率有甲1成，所以民众下境买的产品嘛爱加强查验。防检署指出，持续用真重的处分，只要查到违法输入，就罚20万。去年实施到今年的11月，已经裁罚8案。查起来是有它的困难性，很多都是被伪造输入的人，或是他是身份证被冒用。如果是累犯，常常有名字出现，我们就可以加强去访视他。卖互病毒入侵，稳定饲猪产业，才会当甲猪肉销去外国。这个排骨便当都是用台湾猪肉。这礼拜开始，伫日本京滨急行电梯下底38间店面，一个便当卖500块的入票。按算会供应5000粒，猪肉产品销去日本，体现咱台湾伫非洲猪只防疫的成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